我哋依家睇一個白石角雲匯龍103尺嘅3房一個洗手間，咁景觀都 OK 嘅開揚。前面馬路有少少聲係免不了㗎啦，不過起碼知道對面唔會起樓咯。門口呢一邊呢啲櫃係當初發展商俾嘅，呢一度仲有一排，呢邊都係開放式嘅廚房，呢度可以直接當餐台啦。睇下啲房先，我冇開燈啦嚇，因為都光晚，開咗燈簡直就慘啊！呢個係第一個房啦，第二個房啦，之前應該都係小朋友住嘅。主人房就做咗地台加床，增加儲物空間。呢度打開咧就係一個工作平台，可以行出去嘅，不過平台唔係好大啊。呢度同廳係一樣嘅，咦？呢個可以望到少少海啦。咁我哋睇埋個洗手間先。名廁嚟嘅，有窗。記得關注再走哦。